今天要双声带了哈，国台语并用啊，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牧师所说的啊，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互阮2场礼拜兄弟姊妹做为组织，今仔日为着会员和会，阮大家三甲有份同心来敬拜上帝。愿神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在主里面一家人那种喜乐跟平安，彼此祝福，彼此关怀，彼此代祷，来成就上帝国在我们当中。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求你亲自圣灵来感动，来让我们每个人领悟主你所教导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呢要举行会员和会，那重点是在选出3位长老，4位执事哈。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是在长老教会很久的弟兄姐妹，你拢知影讲咱基督教会有一个较长远的这个传统，就是选举。那你知道吗？我们的国家现在民主化了，所以呢，4年选一次总统，选一次那个立法委员哈。选那个县市长啦、议员啦，去年还有9合1选举。我们都知道，其实它的重点是在哪个地方呢？这个选举的民主精神是由基督教的信仰所发展出来的。换句话说，上帝给人每一个人都有他个人的一个独特的权柄，这个权柄是要发挥出神的恩典。让我们借由选举，大家接纳这个权柄，而不是由一个独裁者说我要什么就什么。所以咱基督徒，特别是长老教会的基督徒，我们很看重这一个选举。但这个选举又有时候很繁杂、很困扰，常常要办。那我们就要学习那个去接纳，学习去顺服这个程序。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在会堂教会有这样美好的传统，而且我们不是4年才选一次，一任是4年，但是几乎每年都有改选一部分，这个是教会已经至少是不是从开始，至少是30多年了的传统这是咱福阳教会一个较好的传统因为咱较早是中执3年一任啦，所以1年选1/3，1年选1/3。后来我们总会把它改成1任4年，比较不要那么短但是呢，我们改选的时候还是4年选3次所以去年我们没有选举，就是我们停了1年，但是还是有1/3的轮替那既然现在要选长职呢，我要借着这2段经文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就是长职。他是仆人，也是领袖。那刚刚我们读了两段经文那这些经文有台语跟华语的，我们就等一下可以做复习了那我们的经文里面主要讲到什么？是仆人。第一段经文是因为以赛亚书里面所讲上帝的仆人的形象，但是你如果看马可福音耶稣讲的仆人的形象，我不知道你在努力认真去连结一下，其实发现以赛亚所讲的仆人的形象，还有耶稣亲自讲你们要当仆人，其实同样讲一件事情同样讲一件事情。以赛亚他讲到说，上帝喜爱他拣选的仆人，或者说这个仆人是神所命定的，神所呼召的。他不只拣选，而且他还扶持他，他还拣选他，他还喜爱他。那这个表示说，仆人是神心中看为重要、最重要的，所以他扶持、拣选、喜爱他。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他的扶持、喜爱呢？一个会重要的就是上帝的灵，他的属灵的权柄能力亲自浇灌在他身上，所以他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他，他要为万国带来正义。”
请记得这个以赛亚书呢42章里面，他谈到这个仆人到底是谁呀？其实他在讲就是预告、预表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他以耶稣的仆人形象，用仆人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直到耶稣在2000年前降生在世上，耶稣亲自把自己仆人的形象就展现在所有他的门徒、他的信徒当中。那这个仆人的任务是什么呢？仆人的使命是什么呢？他说，他要给人类带来持久的正义。换作仆人有很多的面向，但是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讲以上大的官柄跟责任，就是让人类有正义，而且这个正义是持久的。其实正义看起来好像就是我们常常看那个电视剧在那有人受压迫那我又来用武力或其他方法把它铲除掉。当然这个是大快人心但是他所说的持久的正义是让人类的思想、人类的彼此的相待、彼此的互相的接纳，那照顾弱小关心那个边缘人，这一些让人的尊严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这是他所讲正义的内容。然后他说，使社会有正义，有法则可依循。或者说，他是按照一个非常合乎上帝旨意、合乎上帝给人类的一个权柄，或是人类的人权的能力的力量在进行当中他说，他要在地上伸张正义，群岛的人仰望他的法则。那这个是神的一个仆人他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仆人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公义，整个社会的大家群众彼此和谐相处。那以赛亚书常常一直在讲这个形象。那有的地方特别还提到说，受苦的仆人，仆人是用受苦来展现他服侍人的这个恩典那我们又看到耶稣讲仆人的形象，他把它直接讲到一个重点。他说，当领导者的态度是什么？态度是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到底你要当领导者，你的出发点是用什么？是为了在人前人后被呼拥被人家高高的抬起来，那一呼百诺，站在台上大声的宣讲吗？耶稣他跟前面我们的以赛亚书的呼召是有两种彼此呼应的。他说，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谁就得做你们的仆人。或者说，大人物跟仆人两个是连接起来的。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是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本身觉得说，我是你们的仆人，不是在霸凌你们或是驾驭你们的，是我用我的爱，我从神领受的呼召来服侍你们。所以这两种彼此的好像人的角度来看，好像差异很大。但耶稣说，这个能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我的仆人。所以他又说，谁要居首，谁就得做大众的仆人。意思讲带头的唔能底下高高在上，按大细声话好像不可一世。要做头的，你就是要服侍人。你有能力，你要多做较多代志。我们说能者多劳也可以你因为有比较多的资源，你有比较多的知识，所以你就帮助更多的人。那是个耶稣所特别提醒的感谢主，我们知道耶稣他所讲这个仆人的心态我知道好多年前有一本书叫《仆人领导》，哇，很多公司拿来公司行号包括整个大企业都在研究这个课题了以前比较注重所谓的这个领导学啦
注重这些领导统御的哈，但是慢慢人家觉得说，耶稣所讲的真理，竟然在2000年前都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法则了。所以很多企业都会把那本书当作一个读书会，一起来学习。好，那主耶稣呢亲自做榜样，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来受人侍候，而是来侍候人，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直接把人子，就是主耶稣自己，他直接把自己标示出来了。我来，也不是要当你们的高高在上的领袖人物附庸。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上个礼拜牧师在分享有关耶稣的2个门徒，对不对？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他们的内心的心目中，也许就是跟这个有冲突啦。就是说，哇，你当领袖，我在你旁边那走路有风好像觉得我跟一个大人物、一个英雄在旁边我当他的助手，那我也觉得自己很与有荣焉。那可能犹大当初的期待是这样子看到耶稣变成仆人还要被抓感觉上非常的这个纳闷，好像后来就失去了他一个跟随的一种心愿啦。但是耶稣说：“我不只是侍候人，而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那个服事的深度，不是只是服劳役而已是态度服事别人而已，是甚至愿意为了人而牺牲生命。那这个才是耶稣他做仆人服事的极致。我们也都知道，耶稣后来用为人洗脚这一个非常鲜明的影像，让人家知道他是做真的，他是实实在在，而且他走上各个他的道路，为了世间人来牺牲，为了世间人来献出生命，为了世间人来付这个代赎的代价。那他就是将自己的生命作为这个他的实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以赛亚的仆人形象到耶稣自己，他做领袖就是要做仆人的这个观念，我也期待在今天我们要选出长职，好像就是那几位被选在某种印象上觉得说，他们就是像耶稣讲的说，有一点像大人物的感觉，有一点像被众人推举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是我们在小会在推选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是先认定说他们有能力当仆人，而不是有能力当领袖。有能力当仆人的意思是说，他愿意在我们富强教会整个事工的发展的方向上，他愿意认同，他愿意接纳，而且愿意同心参与。而且当赋予他任务的时候，他愿意当仆人来服侍众人，牺牲自己的时间，甚至牺牲自己饮食的时间，牺牲自己晚上休息的时间，牺牲自己假日的时间，因为他觉得他这是在服侍众人，在服侍主耶稣，是像耶稣一样成为仆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期待这样的形象，这样的概念，是在我们富强教会成为一个大家都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啦，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就是这样子。当长职他就是仆人，而且仆人不是把领袖的那个光环放得很大仆人只是口头讲的，是他真的用仆人在服侍，让人家看见，这样才是真正的领袖。那有一位美国出名的领导学的专家，他也是牧师，他叫做 John Maxwell， 约翰麦斯威尔，他的很多书都翻译做中文他就这样说了一句话，他的一个叫做锅盖理论用那个鼎卦做理论什么叫锅盖呢？他说锅盖有多大，锅子就有多大。我们的长职就是这个锅盖，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以前咱较早是装脚拢用香皂，对不？香皂咱较早用一个鼎足大的足大的鼎放伫一个灶顶悬。
哇，迄个挂吼，迄个鼎挂足大，迄个鼎挂足大，啊，所以呢，若要煮食，拢爱先未煮，要开始炒菜煮食的时，先迄鼎挂挂伫迄个壁呢，因为是太挂的。啊，然后咧煮开始咧滚，还是咧煮的时候，它砍起来，啊，互伊慢慢啊滚安尼吼。哇，那个啊，然后那个在军中那个锅就更大了。那麦斯威尔说，这个锅盖大，表示他的锅子很大。换句话说，你有能力就能够服侍更多的人的意思。那长子呢？你是一个小小的锅呢，是一个杯盖而已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锅？你可以照顾那么多人，因为锅盖跟那个锅要密合，它才能够煮菜还是滚物件才会安尼足适合吼。挂伤大啊，迄个蒸汽会漏出来。啊，挂伤少啊，迄个挂较稳伫迄个鼎内底去，遐菜也是汤啊去勾拉塞去啊，所以锅盖它不只是要涵盖整个锅，而且它还要耐热，让那个蒸汽上到那个锅盖又下来，然后你煮的物件才会好食。啊，所以现在人起码没有压力锅，压力锅的意思那种怎样哈？要把它锁紧的，要有力量。那所以这个 John Maxwell 他告诉我们。这个理论其实很简单易懂了，但是要执行，就是你的能量、你的整个态度有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所以呢，领袖他就讲了一句话说：领袖不是一个人有能力做10个人的事。我们说能者多劳，领袖能做10人事是基本的，没错哦。但是他是说，要做好的领袖，就是能找10个人来做100个人的事。那个就充满了艺术啊，对不对？啊，比如讲啊，我都足拍拼，足过来做，吼，啊，人做1点钟，啊，我都做3点钟，啊，我会当一人做10人的工作，人家你学了讲，哦，你吃苦耐劳，啊，一人足好用，一人过来，所以迄头家足爱用这款人啊，好，伊一人会当做过来人工课啊。但是我们教会呢，不只是需要一个人能做10人的事，这种能量的人。教会更需要一种能够找出有恩赐的人，找出有能力的人，然后一起来做100个人的事。换句话说，你不是一个人单独安尼孤单做10个人工课，啊做啊足劳苦，啊做啊安尼无眠无日。你是招10个人，甲你同款，会通做100个人的事。伊表示讲，你嘛是其他的人9个人，嘛是一人会通做10个人的代志，唔得让完成100人的分量，对不？那我们教会呢，需要这种能力的传承。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向小会哈，小会的责任哈，不只是找出有能力做10个人事的人，我们是还要找出有10个能够呼召100个人来做。那我们教会呢，其实在走向这样的道路，有2个面向，一个是我们透过小组，小组长他服侍10个人。但是他也同时在训练、在栽培、在激励他下面的10个小组员，有一天他也能够做10个人的事。那这样不只是做那种简单 routine 的那个所谓的杂事啦，是因为你会传福音，你会将上帝的话语传扬给别人。那我期待我们的教会就是做到这样的一种方向哈。那所以我们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不只是把这一个服事的能量扩展出来，我们还期待说我们下一代，我们的第3代同样是被呼召出来的。所以我们的长职呢，不只是有年长资深的，我们期待从年轻人当中他愿意出来被呼召、被选、被操练，有能力来服事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属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归类归迄个类是 NGO 的团体。NGO 的意思就是说非政府的组织啦。那一般我们在研究这样的人类的组织有3种面向，一种是政府机构，它是公权力的，它是国家给它的一个宪法的公权力。那政府它有权，比如说警察为什么能够给你指挥交通？警察为什么能够给你开罚单？不是这个警察有多厉害，是因为国家给他这个能力，对不对？那公务员他有他的权柄签了名
啊，或是市长他签了名，很多事情钱就可以拿来用，这个叫公权力。那私人呢，他是借由有那种诱因私人机构借着升迁或是奖金，让人家愿意做这些事情。那我们才说啊，像竹科啦、南科啦，有很多年轻人呢，好像他卖命给老板一样，因为他可能年金很高，年薪很高，但是他可能要人家说爆肝，要花很多的心血去为老板来赚钱。因为他奖金很优厚啊，年终奖金很多啊，那我们都有时候羡慕说，哇，你怎么好几十个月，吓死了。但你不知道他付出多大的劳力，因为他要付出代价。但是呢，我们的教会是属于第三类型的。教会领袖呢是长职，包括牧者，他是运用属灵的影响力，是运用神给他一种属灵的权柄，让你知道说，我得的不是世间的财物、升迁，或是像政府那边的一种公权力，而是因为我出于神的爱，出于圣灵的感动，因为你感染你我亲自做给你看，邀你也一起来为这个上帝的国度的扩展，那个看不见的能力，我愿意为他付出。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幸福小组会讲这一句话。我们为什么要邀人来传福音，要人家这个可能不熟识的人，或是这一些还没信主的弟兄姐妹，来8个礼拜来我们家，或是来教会的那个心灵转角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人得救，灵魂的得救是无上的价值。所以我们说，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只有看不见的是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因为你看见那个无形的价值超越世上的财物，所以你愿意付出代价。那长职当领袖也是这样子，他为了要让更多人来得救，让更多人的灵魂来得拯救，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他愿意用属灵的影响力去触摸、去激励人心，让人去感受到在主的爱里面，这个教会是充满了喜乐跟平安的。我在这个团体里面是觉得感到非常非常大的温暖跟力量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教会领袖的权柄，也是这个能力或是权力的特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教会的扩展里面，既然没有政府的公权力，又没有所谓的私人机构的奖金或是高薪升迁来让你付出代价，那我们就是说，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成果才有多少。因为信心是跟你跟神的关系有连结的。所以这个也为什么我们教会呢，在今年就开始推动了门徒学校，还有后来的门徒大学那原先它的名称叫幸福大学了那我们就把它用一个连贯门徒学校、门徒大学。那这些课程的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训练仆人领袖的特质，就愿意看见神给我的呼召，我感受他的爱，跟他在神的恩典之下，我能够得到这种看不见的价值。所以呢，仆人的领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很有意思有一位美国在2次大战的总统叫艾森豪，他的一个小故事。这个艾森豪呢，在担任将军的时候，他是将军出身的总统他的卓越领导力非常有名。那记者呢就非常的赞叹艾森豪他的领导力，所以在访问他的时候就说：“你到底有什么秘诀？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领导力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大家愿意听你的？”然后他就不说多说什么，他就拿了一条50公分长的什么呢？绳子放在桌子上，绳子就软绳像童子军绳那一种了就放在桌上。那他就叫记者说：“来，你来训练看看，这一条绳子你从后面把它推看看，往前推。但是现用推的，它会怎么样？弯来弯去，弯来弯去，除非你太大力把它扫掉，它根本不会前进了。这条绳子用后面推不前进的。”然后艾森豪呢就改从前面用拉线，
那个线马上就跟着他前进了。那这位艾森豪就跟这些记者说，领导者是要率先带头，以身作则。人需要有从前面牵引，好，就人需要用前面来牵引的，就做示范、做模范。他说，只有动物，所以我们养的羊啦、牛啦，要从后面拿那个鞭子吹，鞭才会从后面追赶，它才会往前进。他用这条绳子，让我们去理解说，这条绳子它往前的力量，是因为有人从前面带，而不是从后面推。我觉得这个故事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今天要选出的长老跟执事，我想他本身很理解。那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也能理解说，他们来不是要吃香喝辣的啦，也不是来享受什么权利的啦，或有什么好处可以拿的啦。他们是要做给你看，因为他们是仆人领袖，他们是愿意找出10个人来做出100个人的事，让上帝的国度更加的扩展。是这样的人成为我们富强教会的长子。有人用我们的镜子用镜子来描述领导者。他说，一个领导者他带有5面镜子都是我们习惯用的，比如说望远镜，他要有望远镜，或是他是望远镜。他说他可以前瞻未来，他看得远，那领袖的特质。第二个是什么？放大镜。放大镜不是挑剔找人家的毛病，他说放大镜是把现况掌握得非常清楚不会漏失掉。那还有像车子的后照镜，什么样呢？它能够回顾过去，它能够展望未来。还有一种叫辅助镜，辅助镜发现好的同工。前几天呢，牧师呢按照总会的规定要去接受那个全身健康检查，那连牙齿也要检查。那个医生呢就告诉我说：“来，我拿一个辅助镜给你我照里面你的牙齿，看看你的牙齿有什么优点跟缺点。”那我真的拿一个镜子，他就转头让我看到原来我的那个臼齿怎么样。我那个镜子看得到，我自己看不到这样就看得到了。那这个辅助镜的意思是说，好像有很好很优秀的同工在那边，竟然没有发觉。那好像一个辅助镜找出这样优秀的同工，也许他有很好的歌声，也许他有很好的那个美术的能力，也许他在电脑上面会非常的专业，也许他在关怀别人很有他的耐性。那长子领袖他就有这个能力，或是有这个责任，借由辅助镜去发现好的同工。最后还有个内视镜，这是现在一个医学的科技的发明。看到里面，你内里面的东西，那牧师这一次这被检查的时候，还检查那个大肠镜，很不舒服啦。但是他把那个影像照出来，才知道说，原来我的大肠是长这样子知道自己大肠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有什么说息肉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常常领袖他领导的太习惯了，通常他看见别人的缺点，却没有看到自己的缺点。所以这5面镜子成为领袖非常重要学习的地方。所以领导力是什么呢？有人这样说，领导力是受人尊敬。若要成为受尊敬的领导者，就是具备了品格跟能力。他有能力还不够，他有好的品格，他有那种愿意当仆人、服侍人、谦卑的品格。所以品格跟能力是受人尊敬的领导力。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这个领袖的特质有这几个：第一个是信仰成熟，第二个是懂得爱人，第三个是谦卑学习，第四个他很善于沟通，去化解一些误会这个误解，最后一个是他愿意权柄委任，
所以我们教会不只是长职哦，长职分了不同的组，而且我们还有服事团队。那些服事团队他们会邀集同样有恩赐的人，然后赐给他权柄跟委任。所以有一位霍华韩君时他讲一句话，他说：“领导者的心中有磁石，脑海里有指南针。”什么样的意思？就是说，领导者他的心中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感染力。刚刚我们不是说我们教会是属于 NGO 的团体吗？其实长职呢，他本身呢，用上帝给他的属灵的恩典，去呼召一群人，愿意跟你一起做，因为大家都是无心的大家都没有领什么实质上的这个那个薪水的，但是愿意大家一起同心一起来做。最后，牧师要分享一下我们教会长职的美好的传统。我们教会的长职呢，领袖有这几个模范，这是牧师觉得服侍了当牧师已经30几年了看了很多的教会，牧师不只是牧养，我目前有牧养过3间教会，奇美教会、富强教会，还有高雄的盐城。其实牧养的教会数目其实不多啦，但是看见的教会是不少，因为也曾经担任过中会的干部，那有去别的教会当小会议长，因为他们教会没有牧师。那观察的当中，我发现我们教会有这4个非常棒的模范。我期待我们担任长职的，又要把自己看成说神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产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一起来看重这些事情。第一个，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1年要选一次吗？所以我们教会有轮休的服事，所以有的人现在在台面上服事，有人退任来休息。上个礼拜我在介绍长职的时候，我讲了有一个名称，可能大家不了解什么意思。退任长老、退任执事。退任跟退休不一样，退任的意思是我现在不是在长职名单里面，但是我曾经当过长老，我曾经当过执事，只是因为我休息，这个叫退任。那我重新被选了，那就是现任的叫退任的。这个包括牧师也一样，比如说牧师现在如果不牧会，我还是牧师但是我是退任牧师，因为你不属于哪一个教会的牧师。那不只是这样，我们教会的长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特别是这10几年来，我们很多曾经担任过长老、担任过执事的，虽然他还是有候选的资格，但他觉得说，我觉得这个时代在变化，时代的进展很快，他愿意把他的位置让出来给新一代的领导者。所以我们第一个教会长职，顶落教会，也是讲咱富强教会，真好的、优秀的这个传统，就是讲有轮休的制度。而且呢，愿意资深的同工，愿意将家己的这个官兵摕出来，让新的一代的少年的中职有机会当服侍主。因为既然咱有轮休，所以表示讲我落台也无什么见效的代志。有的咱顶落教会有真多的教会因无轮休啦，都是一任选的，搁后任搁选安尼。所以呢久伊感觉我若无做，改成有点歹势闹气感觉我即马入来讲你毋是现任的中职足奇怪。但是咱教会毋是现任的中职，大家足自然的，因为我伫咧轮休，哪有啥问题这个是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这个产业。第二个，我们教会又发展出第2个更有力量的服事，就是说我们教会的服事者。这些仆人领袖不只是台面上挂着名字的长老，或是挂名的执事，是没有名称的，也是服侍服侍到下叫就对了。所以我们教会有服事团队，他们并没有被选他们被呼召过来，然后赋予他任务。他有什么权柄？他连开会都不能开，他也不能投票，但他愿意做。你看这一个服事不是更有利吗？因为我不是为着得到一个名，讲我有丢了的名我才要做，我若不是做那种我不爱做。我们的服事团队很多都不是长职，不是现任的长职。
而且我们现在又发展出另外一个牧养的传统，就是这一些小组长、区长，他也是被呼召的，不是用选举的，因为他除非他当仆人，不然不能领导，也不能照顾这一群人。所以，既然不是被选的，谁愿意让你当领袖呢？是因为你愿意委身嘛，你愿意服侍嘛。这是咱互相教会第二种非常棒的一个超越名衔、超越你的头衔的委身侍奉。第三个是我们的互相教会43年来长职都很合一，无人咧分结、分党、分派啊，大家咧冤家娘济安尼吼。讲袂合，我带一人出来，我来你富强教会隔壁，我去一间礼拜堂甲你拼，咱教会无。我们是合一的，这个不是夸口，是我们教会接受这个传统。当然不是说合一什么意思都不能讲啊，不同的意见不能讲，没有，是大家愿意大家在协调当中，共同看见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呼召。那这个是我们教会第三个重要的传统。第四个很重要，因为我当牧师，我很理解，有的教会什么事情都要牧师做，长执事在旁边看这个牧师做得多好，做得好我就鼓励你一下，做不好就嫌你。我们的互相教会，我特别是回到当中这2年发现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好的一个发展，不是牧师独创的。不是牧师自己弄出来的，是一群同工，大家一起跟牧师合作，把这些产业来成长出来。意思讲，牧师不是18般语言拢会晓的啦吼。牧师好像是全能的，没有，有很多地方是长职这些同工，他们跟牧师一起发掘什么样的方式是最适合互相教会的，因为他也许在教会已经很久了，所以他愿意一起服侍，包括我们推动这些团队服侍，包括我们推动牧区的事工，这不是牧师做会起来，是有一群同工跟牧师做伙来开发。所以换句话说，担任互相教会的牧师是蛮幸福的，是因为有一群愿意委身的同工，他不会讲说牧师你是有薪水的，我是要看你做。他是说，牧师，我们一起来做，牧师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上帝呼召的权柄一个象征，那大家一起同心做。我期待这4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教会的产业，我们不只是现任的长职看见这个重要，我们新任选出来的长职也看见这个价值，然后我们教会就可以在神的恩典之下继续的前进，继续成长。愿神将这4种美好的产业继续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发展。